兄弟姊妹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5月27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9篇以赛亚书第1章第1节到第4节，16节到20节，罗马书第8章第1节到第8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逃亡。现代人追求自由，迄是因为民主化啦，也是人本主义了后的发展。但是真正的自由是甚物货？最近安尼1年外来，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全世界差不多无一个所在会通避免的。咱看见真侪无共款的现象，亲像所谓的落伍的所在地区国家。民主国家的人民当然高举自由、拒绝戴喙暗的命令，这是会当想象、会当知的代志。伫美国有一个保守的基督徒，因上这个宪法的法庭，控告州长违反宪法，限制人袂当去礼拜堂聚会。还有一群自称做基督徒的妇女走去议会发表讲：上帝予我呼吸的自由，无有人会当限制我。即种的言论，这完全无咧看重这个疫情的困扰。因不但是假上帝的名，追求家己的自由，这个欲望以外，牧师想要讲的是讲，若咱失去性命的时阵，其实也免讲自由啦，敢毋是安尼？其实还佫有美国以外，亲像真高度文明的日本人，伊嘛无受管理呢，甚至呢国家卫生单位无法度针对这违反防疫的人来开罚单呢，来处罚呢这点牧师感觉真着惊啦因为伫细汉开始的印象，对日本人的印象就是感觉讲日本人非常守法，是遐个较落伍的国家，其实嘛咧追求因的自由，啥物自由？宗教自由。像回教教徒，因拢习惯群体的祈祷，所以因不惜这个组织做伙的危险，伫这个清真寺内底因做伙祈祷。印度教的教徒认为这个因的恒河是一个圣河，遐个水会当圣化因，互因免伫疫情，也是讲遮的病拉散来这个困扰。但是事实上呢，这个情形佫是拄啊相反，佫较害啦美国人真追求自由，当然这是免讲的代志啦但是真正的自由必须爱牺牲某一个程度的个人自由，配合甚至体谅别人。佫较严格来讲，是讲袂当伤害其他的人的自由，迄种的自由。有限制的自由是伫人口薄重、人甲人的交往愈来愈密切这个关系中间，必须爱有，也是讲真紧迫爱有的一个界线，绝对毋是迄种无限制的自由伫台湾最近也看到一群囝干这个拒绝这个戴喙暗的代志，甚至因为拒绝来伤害人的事件。牧师咧猜想啦若是1年外前武汉肺炎拄开始的时阵，台湾毋是欠喙暗吗就爱排队也有配给我想头前讲这的人可能当初时嘛是安怎正破头嘛要来买这个喙暗的这种的人，因为这个个性的问题。目前台湾确诊的人数愈来愈悬，疫情的升高已经到第3级，对戴喙暗这个代志已经是命令无搁再是要求安尼定啦所以为着防疫，为着台湾，为着别人，也为着家己，戴喙暗诚做互人得自由，也是讲互人得安逸必要的条件啦。
已经无迄种我有自由的这选择啊啦吼。短暂来看，安尼牺牲其实才会当换得台湾伫防疫也是生活中间的自由啦吼。只有安尼的认知甲作为，才会当互台湾的防疫伫短时间内底来脱离这个险境。以色列人得到上帝的头放，因为因离开上帝去拜偶像，就受掠吼。所以因望真再次来得到自由，但是咱会记，毋是无限制的放任放荡的自由，毋是安尼。因得到的头放是啥？是好哪亲像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共款，是为着要来遵守上帝的诫命，搁一摆归回伫上帝标准的下面。咱24号用个最近上流行的迄个教正回归这个字来讨论咱的信仰。上帝的标准是啥？就是咱咧面对撒旦的试探，牧师甲防疫这个疫情当作撒旦的试探，大喙暗无要大嘛是撒旦的试探啦吼。其实拢有规定的啦，是有限制嘛，嘛有原则啊，嘛有诫命啊，对不对？所以咱来看以色列人受掠，就是因为因背离啦，背离上帝。圣经讲，上帝讲天啊地啊拢来听，我恁的上帝安尼来宣布，我亲自甲恁请大汉的囡仔，才会竟然背叛我。牛呢捌主人，驴嘛知影主人饲因的这个槽。我的百姓以色列人却毋捌我，我的子民什么拢无明白，这就是离开嘛，做歹犯罪的国家，邪恶败坏的人民啊，你要遭受害这个困难恁拒绝上帝，藐视以色列神圣的上帝，恁竟然背叛伊。所以得到头放，就是要互咱校正，佮回归伫上帝诫命真道，毋是要互咱放纵。真侪人真爱讲圣经甲阮讲，圣神互我得到自由。要引用即种圣经安尼讲的人，即种的人自称是基督徒，其实因只有知影要追求恩典，却袂记日爱遵守上帝诫命。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5月27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9篇、以赛亚书第1章1到4节、16到20节、罗马书第8章第1到第8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解放。现代人追求自由，那是因为民主化、人本主义的发展。但是真自由是什么？最近1年多来，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几乎全世界无一幸免的地方，我们看到许多不同的现象。即使是所谓的落后地区，民主国家的人民当然高举自由，而拒绝戴口罩的命令也常常看见。甚至在美国，有保守的基督教教会上宪法法庭去控告州长违宪，限制礼拜堂的聚会。有一群自称基督徒的妇女到议会去发表：上帝给我呼吸的自由，没有人可以限制我的言论。完全无视于疫情的侵袭，除了假借上帝的之名追求自己的自由欲望之外，牧师想要说的是说，当你失去生命的时候，就不必谈自由了啦，不是吗？无独有偶的，在高度文明的日本人其实也不受管理的，甚至他们国家无法针对那些违反防疫的人们开罚。这倒是让牧师感到讶异。牧师从小对日本人的印象，日本人其实是非常守法的。那些比较落后的国家呢，也是在追求自己的自由，在宗教上面的自由。
如同回教的国家，为了祈祷不惜群聚在清真寺一同祈祷。印度教徒认为恒河的水可以圣化他们，使他们免于疫情，但情况却是相反，导致非常非常的糟糕，他们的疫情是非常的失控。美国人崇尚自由，当然不在话下啊。但是真正自由是必须牺牲某个程度的个人自由，要配合，甚至要去主动的体谅别人。更严格的是说，不能伤害他人的自由，那种自由。有限制的自由是在人口暴涨、人与人交往越密切的关系当中必须要有的界限，是急迫性的哈。自由绝非是无限制的自由。在台湾也看到好几个关于拒绝戴口罩的这个新闻哈，甚至因为这个人家劝他要戴口罩而伤人的事件。好，那1年前武汉肺炎刚发生的时候，台湾欠缺口罩，牧师在猜想啊。刚刚说的那些不戴口罩的人，当时候在急着要排口罩啊，或是要买口罩的时候，这些人也应该是那种处心积虑想要得到口罩的人。我是从人性的角度去猜想的哈。那现在呢，他觉得不需要了哈。目前台湾的确诊人数高涨，那疫情升高到第3级。戴口罩已经是一个命令了，不再是要求而已。为了防疫，为了台湾，为了别人，为了自己，戴口罩成为使人得自由的必要条件。已经没有那种说我的自由那种选项，我的自由不戴啊，不是这样子。短暂的这样的牺牲，才能换得台湾在防疫上将来的自由。唯有这样的认知跟作为，才能使台湾的防疫早日脱离真正的险境，目前的险境啊。以色列人民，他们得到上帝的解放，因为他们再次的希望得到自由，那是因为他们之前离开了上帝的道路，像我们在24号讲的啊，他们接受上帝的先知去告诉他们预言之后，他们被校正，然后回归到上帝的道路上面，这样还能被解放。解放不是那种刚刚上面在讲的那种没有限制性的自由，而是要像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一样，是为了遵守上帝的诫命，再一次归回到上帝的标准之下。上帝的标准是什么？就是撒旦的试探嘛，撒旦试探的这个防疫规定防疫规定的违反，其实真的是撒旦在试探我们。有规定的，是有限制的，上帝的标准是有原则的，是有诫命的。因为他们被掳的时候，就是因为背离上帝，不受限制嘛，结果不愿受上帝的限制，却受了撒旦的管辖。经文告诉我们，上帝说：天啊，地啊，都来听。你们的上帝这样宣布：我亲自抚养带大的孩子，竟然背叛我。牛认识主人，驴知道主人喂他们的草，我的子民以色列却不认识我。我的子民什么都不明白。这作恶犯罪的国家，这邪恶败坏的人民，你们要遭殃了，因为你们弃绝了上主，藐视以色列人神圣的上帝，你们竟然背叛了他。所以被解放的是要回到上帝的诫命，
真道，而不是放纵。再一次说，就像24号说的，校正回归。很多人喜欢说圣经告诉我，圣灵使我们得自由。其实这样的人自称为基督徒，其实到最后我们看，他们只追求恩典，却忘记了诫命。